高雄一个2岁查甫囡仔，那像是去互世上的年某苦毒死亡。检方调查就发现讲，这个年某是涉嫌滚落盖用这下杯啊拍囡仔，甚至佮家抱罐罐摔涂骹。在验伤的时阵，是发觉囡仔连头壳碗都已经摔破去。时阵检方是请法官，就爱甲年某判互当。不管伫面册 IG 也是 YouTube， 还有伫社群平台，四送甲人顾囡仔的人，常常发文分享顾囡仔经验，也介绍家己应替家庭顾囡仔提供伫厝的，也是教父托育服务，却是涉嫌甲2岁查甫囡仔虐待死，互检方起诉判处当刑。李坎颖检察官于相验时发现陈姓男童身上有多处新旧伤痕，随即指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执行搜索。高雄桥头地检署讲，囡仔6月7日就医了后，伤势严重死亡。小检时发现规身躯真侪所在身骨伤，敢若互虐待。经由监视器分析发现，这四送顾囡仔人有真大嫌疑。对今年5月底到6月7日，因为囡仔去了进前烫到饱，也是食饭吐，嘴巴用下杯啊拍囡仔，也把囡仔抱罐罐，甲伊大力摔落。囡仔规身躯真侪伤痕，脑侧正起来，最后因为头壳骨头断去，合并大量耳脑膜刺毁，加脑侧正起来而死亡。经评估送女有照顾行为不当，情节严重，社会局于6月13日废止其居家托育登记。市府讲，这个共顾囡仔的人，伫今年3月11申请停止托育，涉嫌虐待时已经是无证照。不过因为囡仔老爸无法度家己顾，线上共顾囡仔的人以监护人身份照顾囡仔。应该是已经有2-3个月没有看到人了啦，因为他们也不是很常下来走动。去囡仔老爸住的所在查证，管理员经由电话联络无人接，无多处理回应。根据了解，囡仔老爸敢若甲这线上顾囡仔人有熟识，2月底甲监护权转互这线上顾囡仔人，以1个月3万块，请对方拜1、拜5照顾几工。验过囡仔其实无辜防虐待时，市府讲应提起独立的告诉，也提供家属法律及相关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